前輩我本下送演專題，為鄉親小解係做媒體工作超過20年的5M文，佢哋主持廣播電視電視節目。5M文嘅爸爸係來自廣東梅人嘅鄉人，阿妹係四川人。我從小時代都見出冇機會講客，所以我知道當大嫂，我肯定人人都記得自家客家人嘅生活，佢透過做客家料理來反映已經過身嘅爸爸。来，继续回到吴文文的快乐厨房，我们赶快来欢迎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美惠老师。老师早安。講話同章同慶祝嘅5M文，主持廣播美食節目已經10年呢。講起美食專家嘅佢，實做記者主播也都投入。不米唔做主播嘅，行業做下，愛接嘅也愛做廚嘅好功夫。其實我從小跟我爸媽學做美食蠻多的，我就是從小跟我爸爸學做客家菜、廣東菜，然後跟我媽媽學四川菜。見炒定豬肉，也冇唔單止係阿爸親斬地嘅家鄉菜，你肯定5M文對阿爸幾大位感受到嘅客家情懷。那我印象中，我爸爸那邊做的菜都是比較重、比較鹹，也比較油的這樣子。比如說什麼薑絲大腸啦，還有紅燒肉啊，這樣都是很油、很重、很鹹的。行業5M文嘅辦公室，所開放齊貼地嘅各種各樣嘅料理食譜。講起煮食，就叫翻起佢做生意時節嘅記憶。我們家做菜是這樣，如果我爸爸也很會做菜，如果爸爸做的時候，我就當副手，我就進廚房裡面去幫他忙。從細就喜歡煮食嘅5M文，聽阿爸學煮客家菜。阿爸過身過後，客家料理係佢懷念佢嘅一種方式。那主要是因為我們家傳的料理，那我爸爸走了之後，我就很想要把他菜拿來跟大家分享。因為都是因為懷念父親，所以就把他教我的一些小時候他教我的一些菜，我就拿來在書裡面、節目裡面來跟大家分享。5M文係建傳太爺，阿爸係廣東梅縣嘅鄉人，阿妹係四川人。初到成長環境嘅限制，成長嘅過程都係講華語，冇機會學，也冇機會講客。一直都係國中，針對自己客家身份有人認定。那國中跟國小，我對這個感覺都是非常非常模糊的，非常模糊的。那因為我們那時候也沒有特別在推廣母語這件事情，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就錯過了學客家話的一些機會。喺鄉人5M文無貼片每個也係表現，唔過佢一直都記得自己係鄉人。睇過料理，連帶兩子爺嘅記憶，俾到阿爸成行嘅客家情懷，上上下去。客家新聞連經由52特別報道。